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恳求你用你的圣道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这一些人领受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的主导文，跟马太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路加非常的简短。路加前面3个祷愿，他只有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只有2个。他后面的3个祈求跟马太一样，但是没有后面的荣耀颂。他2个动机也不一样。今天路加福音把跟马太不一样的地方，路加福音把主导文是安放在耶稣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对门徒的教导，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导文是放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那个巴弗山对门徒登山宝训所宣讲的。那我们今天来了解整个背景，我们就发现路加记载耶稣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而门徒们一直在那里细细的观察耶稣的祷告，所以都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渴慕。他们就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约翰像当时一般的拉比，他们会给他的门徒一个简短的祷文，作为祷告的范例。而这个祷文我们都误解了，我们以为祷文就是拿起来照练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不是，祷文就像地图一样，我看地图，看台北的地图，再看10遍，我会不会到台北去？还是不会去，对不对？我看Google的那种导航器，这边看导航器啊，车子不开，会不会去？还是去不了。所以祷文其实是一个叫做祷告的意向 （intention）。所以说，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时候的祷告意思是说，主啊，愿我的家庭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夫妻都尊你的名为圣，愿荣光堂尊你的名为圣。这样了解吗？是这样子。所以呢，约翰卫斯理就把祷文后面再点点点。主啊，求你赦免我应当做而没有做的罪。那时候我就求圣灵光照我啊，我应当跟我的师母道歉认罪。还没有，我就赶快打电话去认罪。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祷告的目的不是操控上帝，而祷告的目的是上帝啊，你给我恩典、力量跟智慧，让我遵行你的话语。所以祷告不是命令上帝，是让上帝命令我们。祷告是寻求上帝的恩典跟力量，是这样的缘故。所以然后呢，耶稣呢就讲了这个主导文，讲完了以后呢，他又讲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是让我们能够触类旁通的，把一件东西放在另外一种东西做个比较，这么一比较对照，然后提取教训，可能是选择2个的相似点，或者相反或者矛盾的地方，来比喻。所以每一个比喻都是只有一个重点而已，不要把它衍生到外面，那就不对了。好，在耶稣今天讲的故事的比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在中东那里是个沙漠地带，白天太阳酷晒，所以呢，大部分都是夜行。他们到夜行的时候，常常是到半夜到达那个地方。哇，那到半夜一到达的时候，到了朋友家的门口，那朋友家都睡着了，那就很尴尬。可是中东的人认为，殷勤款待客人是他们神圣的职责。因为他们祖先亚伯拉罕接待客人，就接待了天使。而在他们村庄里面，他们的食物是比
但是饼只有当天做，当天吃完，因为放久了会发霉，因为他们作业温差实在太大了。客人如果迟到，那主人就非常的困窘，因为盘中已罄，难以尽弟子之谊，只好深夜去找他朋友。可是那个门扉已经关了，门户一关，别人就不会来敲门，除非急需，因为那里的人大白天门户都洞开的，没有隐私权。我们家也是一样。我刚结婚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所有邻居就从我们家前门走到后门，每个人到我们家门都开门说：“哦，你在这里睡觉。”我还4、5个站起来，然后第2个人说：“还在睡觉。”结果真的是，就我们以前也没有隐私权，中东人也是一样。可是到了晚上门一关，那个就表示隐私权，就写着 don't disturb， 不可以，不要再打扰我。那一般巴勒斯坦人只有一个房舍，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把它凸起，凸起的时候烧炭，然后全家都围起来。所以呢，一个人起来，所有人全家都被吵醒，而且那个门栓特别硬，特别紧，一开起来，全家人都被吵起来，都被排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就讲这个比喻。更糟糕的是，门栓还没关以前，那个牛群、羊群、鸡鸭都赶进来一起睡，这个背景。所以这个坚决的求告者，厚着脸皮一直求告，最后屋主全家被吵醒，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背景。好，那我们来做经文的分析。第一个，我们发现主导的动机是因为耶稣的祷告的模范带出了祈祷的渴慕。其实路加福音里面是4福音中写耶稣最常祷告的。耶稣受洗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是路加独特的记载。还有那时候耶稣名声到了最高峰，许多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结果耶稣就退却到旷野去祷告。路加福音5章15到16节，耶稣要拣选12门徒的时候，他上山祷告，彻夜祷告神。这是路加福音6章12到13节。而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也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所以耶稣在重要生命的转折点的时候，都祷告，有时候带门徒祷告。以至于门徒呢，因为耶稣的祈祷的盛范，激起门徒的渴望，而耶稣就应门徒的要求，不谈祷告的理论，而直接给他一个范例，就这个范例。那我们来看这个范例。这个范例，第一个，他们称祷告的对象称上帝为父啊。那个我们的圣经翻作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你看小字就只有父啊这个字。路加是直接祷告说：“父啊！”在祈祷的时候，耶稣称上帝为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称上帝为阿爸父啊，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匪夷所思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看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耶稣提出祈祷的优先次序，先关切上帝的事。再过来才关切我们生命的需求，所以主祷文的第一个举动不是为自己求什么，乃是为神求。求什么呢？求世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求他的国降临。所以祷告第一个渴慕的是：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心意得满足，愿你的计划、你的权柄能够实现。这是祷告的第一个领域。祷告完了以后，接着才为我们的祈求，为我们的需要。那他祈求2个，我们的路加福音写3个，其实真正路加福音的抄本只有2个。第一个是求主的名为圣，第二个是求主的国降临。那个主的名，希伯来人他们认为名字代表这个人本身，全世界只有犹太人跟中国人是这种想法，所以中国人会为祖先、为父的名字忌讳，对不对？不敢直接称爸爸的名字，甚至于中国的皇帝，那个
中国有个人那个南京啊，说健康啊，改建业啊，因为有康王嘛，就是说避讳，所以这个人代表他的本身。所以，例如诗篇第9篇第10节说：“耶和华认识你的名，要倚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个如果我们知道希伯来的对话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还有寻求你，一直寻求你名的人。”所以下文的对仗，所以寻求你可以变成寻求你的名，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特性跟属性。换句话说，我们祷告说求主帮助，求主你施展你的大能，让更多人渴慕认识耶和华的名，并且尊耶和华的名为圣，能够做出信仰的回应，让耶和华的名受尊崇，被彰显为大，被敬拜。希望人人都能够享受他，单单爱慕他，侍奉他的意思。好，愿你的国降临，表示愿意求上帝的主权，就是上帝的公义、良善、完美无缺的统治，能够遍及全宇宙。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是土地、人民跟主权，土地、人民都属于上帝。那主权呢？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以后，每一个人心中在抵挡神，求主帮助更多人能够早除去世界的邪恶，能够让主的国降临。所以这两个祷愿非常的大方、不自私、体贴神。然后完了以后，才是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很显然，这个耶稣基督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你想一想，中国文化是把所有的优先次序最高直接到国家，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认为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要一孝做什么？做忠。所以，如果在打仗的时候是穿白色衣服，那怎么办呢？所有军队都穿黑色的，那就要蓦别从军，对不对？还有战阵无勇非孝也，谋国中非孝也，都把孝这样。那我们基督徒的愿上帝的国降临的意思，就是我们所作所为，如果不能容神一人，我们是亵渎上帝的名。如果我们不能把上帝的主权在我们家庭里面彰显上帝的慈爱良善，在我们的职场上彰显出来，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上帝的国降临。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容神一人了以后，我们第二个步骤才求什么？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饮食，在这里很显然包括我们所有的需要，但是在这里祷告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是今日赐给我们，一个是日用的饮食，一个是今日赐给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日用饮食，表示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而不是奢华宴乐。不是奢华宴乐。我们这8个月搬2次家，我上礼拜又回去帮忙整理。我那人一直讲说，我们的生活再减一半，衣服再减一半。那整天打电话问我女儿说，衣服要不要减一半？我送给什么人？我衣服要减一半，什么都减一半。我觉得减一半还可以活啊。而且我师母说，你的书减一半，我说我活不下去。那个可以减啊，像我的鞋子就有2双了，3双，真的就永远的3双，不需要让衣服排队了。那个越简单越好，这个叫做日用饮食，有衣有食就能知足。第二个是今日赐予，意思叫不要累积，不要囤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收取那个玛拿的时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不足，个人按自己的饭量收取。我们的意思是，不只是我的需要，也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宽恕，这是现在的需要，这蛮有趣的。再过来是祈求，先注意活在当下，然后呢，祈求宽恕罪过，是过去的罪疚。如果让过去的犯罪伤痛
嫉妒、怨恨啃食我们的心灵，那我们导致我们现在活得不好。所以犹太人他们是犯罪，是亏欠了神的债，所以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一方面提醒自己要谦卑，对神亏欠太多，而且神又及时的提供各种赦免、宽恕、更新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些人蒙了神的恩，就以恩报恩，以恩报恩呢，就恩待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我们这些人既然领受了神的爱，就以爱还爱，就爱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所以刚才那个祷告，那个求宽恕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如同我们赦免人的亏欠。”的意思是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赦免我的罪，如同我赦免别人的罪。”意思说，上帝啊，求你照着我对付别人的方法对付我，这样了解吗？我对别人的罪就是千刀万里追，上帝啊，你对我千刀万里追。我对人是百般挑剔。极其贬义，上帝啊，你就百般挑剔我、贬义我，把我其实后面得到一个不敢讲的话，对不对？那个意思是这样的，公平待人啊。其实犹太人是最不公平的，他每天到祷告都说啊，感谢你，因为我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是口，好难听的。第二祷告说啊，感谢你，因为我是自由人，不是奴隶。第三个说啊，感谢你，因为我是男人，不是女人，因为女人是不好意思讲。所以这个很自义。圣经上耶稣就教我们，祷告就要这样子。我们希望上帝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待。第三个是将来的试探，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阴影，活在当下。对于将来呢，试探是我们共同的经验。耶稣也在旷野被试探，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叫我们落入试探。这是犹太人的那个希伯来式的文法，我们读起来就变成上帝要把我们落在试探里。不对，这意思是表达说，上帝啊，恳求你保护我，不要故意陷入试探。主啊，我承认我的软弱，我有陷于这种试探的困境的危险，求主拯救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在我们中文翻起来还照希伯来的那个格式，就很容易被误会。这里是一个被圣灵光照的罪人，诚恳的呼求说：“主啊，我靠我自己，我受不了威胁利诱，你经不起各种打击。主啊，保护我，救我，脱离软弱的罪恶，这软弱的罪人。”所以圣经上说，自以为站立的我们要小心，免得跌倒。这里这样子。好，今天的经文讲到这里，我们来反省。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反省、应用跟实践。第一个，我们要先学习效法基督，成为典范。路加提到主祷文的由来，是因为耶稣祈祷的盛范激起门徒对祈祷的渴慕，所以耶稣也要我们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一个另类的典范。这个世界什么都相对化，更需要基督徒活出榜样，因为这世界太聒噪了，我们每天见到烂太多了，对不对 ？Facebook 也多了，而且每一个都尤其那个医学常识，到最后都无所适从，对不对？哇，那个太多了。但是需要有人活出榜样。我们希望牧者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父母要成为儿女的榜样，因为榜样在教导之先，身教重于言教。那我们这些教会，我是盼望荣光堂可不可以成为卫理公会的典范？荣光堂可不可以成为高雄教会的典范？我们要有这样的期许，因为卫理循道会在英国叫循道会 ，Methodist 翻作英国翻作循道会，在 Methodist 翻作在美国翻作卫理公会。循道在英国兴起的时候都是基层人士，因为达官显贵都是英格兰教会 （Anglican Church）。那个英格兰教会在英国翻作英格兰教会，在美国翻作圣公会，所以英国没有圣公会，英国就有安利甘教会或者英格兰教会。OK， 他当时循道会出来都是基层人士，达官显贵在英格兰教会，中产阶级在长老会、浸信会、贵和会，所以那些矿工、那些最基层的人士，都在
信约会是以期勉他们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英国教会的典范，不从事暴力革命，而在黑暗腐败的社会中成为光，成为盐，为教会、为社会注入新生命跟活力。真的，你知道我举个例子，那个整批为寻道友哦，寻道会的人哦，叫做寻道友，200-300人要去圣公会崇拜。不，那个安利安教会，安利安教会的会友才20-30个，那寻道友一进去200-300个，哇，那吓死了。那个牧师以为他来乱了，就把门关着，不准他们。他说不行啊，约会是以前叫我们来这里领圣餐啊，因为我们没有主日聚会啊，不准就把它关着。结果呢，他就被关在门外，被关门外，他们就很难过了，跟约会师讲，约会师说，既然敢教会带路，我们去报名，走就去了。去就把这个教会围起来，那个牧师在里面发抖，然后他就唱3一颂，唱那个唱3一颂，唱完了赞同标颂，他感受，然后说奉献，说完了以后就跟牧师敲门说，我这是为你奉献，感谢你，再见，就走。那个牧师吓死了。我们要不要成为典范？耶稣基督激起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真的不要给儿女，尤其青春期的儿女。宗教逼迫，真的都整个要宗教逼迫，我们做榜样，但是严严的要求说，你们真的要来聚会。我们的孩子那时候在青少年是讲说，我绝对不去聚会。我们说你一定要来聚会，那来聚会我一定要睡觉。我说欢迎你睡觉，我要坐在第一排睡给所有人看。我说好，欢迎你睡。结果他们3个排坐有没有睡？没有睡了。就是我们要做典范，但是不要逼迫他们。好，第二个。渴慕，好，耶稣基督对上帝是父啊，这渴慕，在这里很显然，上帝是爱人的慈父，我们跟上帝关系是很亲密的，好像那个婴幼儿跟父亲一样。在台湾的文化里面，台湾民间信仰里面没有一个神是父亲的，真的，因为父亲太严了，大家那个发生意义就不好，没有人喜欢上帝。他的神明是父亲，所以我们台湾的神都没有父亲，顶多是 K 杯啊，干爸，气爷就好。我们的神明都是公啊，赵文公、五条公，有没有？要不然就骂，这都没有爸爸，为什么？父亲太严，形象不好。那为什么公呢？因为公对孙都很好。我每次看我爸爸对他的孙子怎么那么好，对我怎么不一样？差别待遇。我跟他抗议，他说哪里有？我以前对你都很慈爱，我都忘记了。好，那这个社会，好多人受父亲的辱骂、咒骂、暴力伤害，有人失亲、单亲，或者父亲沉溺赌博或者什么样，父亲根本就缺席，所以他们根本很多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孩子，这些家庭的成员是父亲的形象是负面的。我在那个防暴联盟做了12年的理事跟监事，我就发现台湾家暴中间老人被家暴的比例越来越高，你知道为什么吗？而且被家暴的99.9%都是男士，没有女士被家暴。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认为对他的爸爸家暴？原因是这样的，清一色都是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赌博、吃喝嫖赌，不顾家庭，完全不顾家庭，然后在外面小三，等到他老了病了，就回到原配家里，要孩子照顾，然后呢又大声吼叫，又凶巴巴，那儿女呢又怎么样？又没办法，那怎么办呢？这用各种方法怎么样？内带，所以才会有这些家暴的现象。那这些人把父亲是痛苦的回忆的根源，往往把亲生父亲的形象投射到父上帝。如果我们是出生这种家庭，也不要气馁，真的，因为耶稣要门徒祈祷对象说：“阿爸父啊！”这迥非犹太人所认识的上帝，是威吓不可亲近，总要惩罚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那个阿爸父是多么亲切、多么爱慕的称呼，爱里面没有惧怕，而充满着亲情。天父的爱可以完全医治我们，把我们从原生家庭的伤害里面出来。而且我在教会里面看过
的家庭，因为有了在教会看到新的典范，我认识一个人，他告诉我，他说我真的很痛苦。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爸爸是因为介入人家家庭，他妈妈怀了他，他妈妈就会绝配离婚，他上面有6个哥哥姐姐，而且他又生长在眷村。他说我在眷村好丢脸，生下就变成指指点点。所以他说他就变成混小流氓，只能打架。谁想到他在读高中的时候被请去教会聚会？他去教会的时候，看到教会几个长辈说：“哦，有这种家庭，有这种爸爸，我长大以后不要像我爸爸一样丢脸，丢脸，丢脸。然后我要像他。然后呢，哎呦，他们教儿女是这样子，我要像他，我要像他。他就看到学到新的典范，知道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孩子，最后因为看到新的家庭父亲的典范，整个生命改变。一改变了以后，他以后就成为一个蛮有成就的，跟他整个兄弟姐妹完全不一样。我们教会应该在这个离婚率高、夫妻形象卑劣的社会，让更多的3个人进来，你做天父的爱，并且提供更多的家庭成为新的典范。我们教会的父亲应该成为一个既慈祥、充满关爱的。我有一次也去善品嘛，我们教会去的时候，有个姐妹跟我讲说，牧师，我看到某某叔叔，看到某某伯伯，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可以这样子。她说哦，我真的得了一次。那个姐妹就流着眼泪跟我讲了好几遍，她真的很痛苦。她说我的爸爸极其自私，她说他爸爸半夜起来肚子饿了，把冰箱所有东西全部吃光光。让他们家人什么早餐都没得吃，要去上课都没东西吃，而且一个人把2700的牛奶全部喝光。我说我怎么办？然后不留一再给我们，也不去买。他说这样，他说在那边看到我们教会的生命改变。好，所以这里可以告诉我，另一方面呢，父亲的爱也鼓励我们，祈祷真的锲而不舍。好多人祷告都在设想说他大概不会答应我，上帝不会答应我。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轮胎泄气了，他要换备胎，结果千斤顶不在，他就很急，打手机，手机又没电，刚好他的车就停下来，刚好朋友在那里，他就想要跟他借，他说他大概不会借我，都太忙了，怎么啦，什么，他越想越气，他说算了不要借，他就回去。可是手机又没电，那怎么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就敲门，说砰，结果那个人都打开门，一打开门他说卖借了，摇摆烧卖。他朋友说你在干什么啦？你前天不借我还那么啰嗦。他说你要借现金，来，其实他的朋友有没有讲？谁讲的？是你的心里讲的。我们常常还没祷告说上帝不会答应我耶稣说照你的心意给你成就，果然就没有被答应。所以这里说，上帝不是一个严父了，是一个慈父。他在这里不是讲说上帝要我们再三啰嗦，像那敲门一样才应允，不会啊，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耶稣就跟着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祈求、寻找、敲门，上帝一定给你们。而且呢，他又讲一个比喻。父亲一定不会故意跟你捣蛋，对不对？我小时候遇到我一个老师，真的没捣蛋。他骑脚踏车的时候，他说：“启峰上车我就真的跳上去要坐，一上车呢往前踩，结果就掉下去。我有做过老师，摔到好几次。然后呢，我们去远足了，他说：“天上有飞机！”大家一看飞机，下面就有牛粪，每个都踩到牛粪。我们的老师故意整人的，可是我们的天赋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你要求鸡蛋会给你蝎子。”他就讲的时候说：“你们善解不好，擅自要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呢？”请注意希腊的原文里面那个圣灵没有那个定冠词 ，the Holy Spirit 没有那个定冠词，没有定冠词不是指神本身，指圣灵是有定冠词。所以没有定冠词是指的圣灵的恩赐，或者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
所以不必祈求圣灵给我们，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样了解吗？我们基督徒祈求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所以呢，上帝的灵就引导我们，刚强我们，赐给我们各样从天上来的智慧，是这样子。所以从圣灵得智慧，得能力，使我们过着一个不断被圣灵充满、过圣洁的生活，是这样的意义。最后，我们来反省圣灵的，这段圣经的那个主导里面的要求我们的优先次序。主导文的优先次序就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荣耀，让上帝的圣灵被居首位，其他东西都各安分。所以我们也想到我们的敬拜赞美。当我们开始各种崇拜、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将敬拜、赞美归给神。所谓敬拜，就是敬拜上帝的名跟上帝的属性。所以他的荣耀、尊贵、权柄、智慧、恩慈、怜悯，跟上帝的作为，就是创造、眷顾、维护、救赎。先把神的名高举起来。当我们高举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就蒙光照，知道我们里面有罪，所以在神面前认罪，认完罪，我们再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自己委身给神。所以所谓的敬拜，是被上帝的圣洁苏醒我们的良心，以上帝的真理喂养我们的心灵，给上帝的荣美洁净我们的思想，向上帝的圣爱敞开我们的心门，然后最后为上帝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所以主导文就在教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求主赐福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耶稣的祈祷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也愿意像耶稣那样祈祷，我们也愿意像耶稣那样成为别人的典范。耶稣祈祷的核心是父啊，那我跟天父的关系如何？我对他完全的信任吗？所以，请你回忆你跟父亲的关系，他如何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你从父母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我这时候也邀请你反省，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如何能够体谅人、怜悯人？你我是否愿意放下论断人的强大诱惑？我们可不可以愿意对人宽大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伤害人，也求主光照我们愿意去寻求。主，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主让荣光堂成为一个上帝丰富临在的圣殿。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效法基督祈祷的精神，借着祈祷，我们更信任我们的天父，也更多的交托我们自己。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信仰冷淡的为我们祈祷，求圣灵引导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调整他们的信仰生活，靠着圣灵的恩典，激发他们对上帝的热忱。主，我们也为那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祈祷，求主帮助他们体会到有一个完全爱他们的天父，无时无刻的保护他们。主啊，我们为伤害过我们的人祈祷，求公义的主光照他们，使他们赐给他们勇气，能够悔改归正，也赐给智慧，给他们智慧和力量，让他们在上帝的爱里学习如何爱人跟服侍。主啊，也帮助我们蒙受光照，有勇气跟智慧力量去跟人道歉复合。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